在遙遠嘅雪地裏，就只有一隻叫小豆丁嘅可愛蛇。佢有着圓圓嘅黑眼睛和毛茸茸嘅身體，最喜歡挖走刀排喺冰面上面。有一天，小豆丁聽說冰山後面藏着一座用彩虹冰淇淋建成的城堡。他從未吃過冰淇淋呀，光是想象到天天涼涼嘅味道，就讓佢忍不住流口水。小豆丁和好朋友菲菲海鷗告別，勇敢地踏上咗尋找冰淇淋城堡嘅路程。一路上佢遇見咗西太陽嘅海豹，向幫住迷路嘅被接送寶寶找到了媽媽。每當佢嚟到，就會想起彩虹冰淇淋，心裏又充滿力量。小豆丁越走越遠，經歷了許多有趣嘅冒險，結識了唔少新朋友。終於，小豆丁嚟到了冰山後面，佢兩時就發現真係有一座五彩斑斕嘅冰淇淋城堡，草莓味嘅粉紅牆壁，上周味嘅黃色木釘，還有藍莓味嘅藍色竹子，空氣中彌漫咗天天嘅奶香味。小豆丁喺城堡裏吃到了夢寐以求嘅彩虹冰淇淋，覺得比想象中顯要美味。佢把冒險故事講給朋友們聽，大家都羨慕極啦。小豆丁明白，只要勇敢探索，就能發現更多美好。